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甲新顺营造举办的健康园游会活动，由嘉义基美医疗团队进驻，替营造公司的员工进行身体检查，提供解分咨询、口腔癌、大肠癌筛检、甲子宫颈抹片检查等服务。而且这项的大型服务不止公司的员工尔，就连下列厂商嘛包含在内。比较照顾就让员工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来做这个工作这样啊。然后老板也是蛮体恤员工的。在我们的这个营造工地呢，除了在工地的自身的这个安全以外呢，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身体健康以及家人的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环哦。那所以透过今天这一次的活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癌症筛检，比如说这个口腔癌的筛检，那大肠癌筛检，还有我们子宫颈癌的这个筛检呢，来让我们所有的同仁可以来更注重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台南市卫生局副局长黄文正表示，这次由新顺营造主办的健康园游会，也是台南营造业首例。这个是我们台南市第一家的营造公司来办理员工在职场的健康促进那我想这个办理这个健康促进癌筛的最重要的意义的话员工还有营造商还有承包商也是我们公司一个最大的一个资产。那如果说这些人都健康的话那我想我们公司的话能够来持续来营运这个的话是最大的一个帮助。除了各项健康检查，现场还有解分、解分的咨询。林厅长耳鼻喉科诊所的这场护理师团队也准备了闯关游戏，让这场顾健康的园游会更加添趣味性。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